時間。點解會冇時間？第一可能場地唔許可，因為上一場遲咗，佢入場 warm up 嘅時間少。我用最短嘅時間都一定要同佢做晒 RMP， 15分鐘最少啦，冇15分鐘嗰場波唔使打。所以大家呢個 concept 好緊要 ，warm up 係要時間嘅。OK， 空間唔夠咧都可以做。手腳嘅協調係左腳提起嘅時候就右手擺前，右腳提起就左手擺前，一個搞掂晒。OK， 得唔得 ？Thank you， 呢個係 warm up 嘅第一 part 啦。好啦 ，raise 嘅除咗前協再打開上落，重複做晒一邊先，可以6至8下。OK， 做完一邊轉另一邊，咁啊左腳上就做左邊啦。OK。非常好嘅動作 ，warm up 緊膊頭啦、腰椎啦、hip 啦，基本上成個身體一齊做緊嘢，同步都 raise 緊嘅喎。你試下做咧，心跳都加速㗎，得唔得 ？OK， 開左右，咁順便咧就做埋 mobilize， 其實係加埋一齊做嘅。而家佢就 mobilize 緊佢膊頭嘅關節啦、腰椎嘅關節啦、下肢嘅關節，冇錯啦，佢係用緊大腿嘅肌肉。喺呢個位置再加埋關節喐動，趌腳踭，升起腳踭，再企翻起身，成件事就又有大腿又有小腿，再做埋腳腕嘅 mobilize。OK， 係啦，好慢嘅咋呢個，唔使快嘅，係啦，咁又做8至10下，係啦，靚，跟住就左，咁啊左右嘅橫移啦，開緊個 hip 啦，同時間腳腕又做緊嘢啦。OK， 一啲好好嘅動作嚟，應該做緊呢一類動作 ，nice， 冇錯啦，非常好 ，very good。OK， 揸住，將個手踭貼喺條腰度 ，OK， 向外邊打開嘅，得唔得？呢個已經係一個肩膊外旋嘅練習，練緊我哋啲外旋嘅肌群 ，OK， 超簡單，得唔得？咁可以企喺度做，甚至你想挑戰自己嘅。可以做住弓箭步再做喎，咁你咪又練緊下肢嘅穩定性，又做埋上肢嘅力量。最快 ，OK， 好 ，thank you。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好嘅 potential 嚟嘅動作啦 ，OK， 或者第二個原地向上跳高，不停跳，OK， 又嚟咯，係最高10下，係啦，啱啦，唔慢咗啦。OK， 非常好。OK， 嗱呢個就係 potential 嚟嘅嘢啦。嗱，俾啲掌聲，Justin隊長先。收翻翻嚟。OK， 再做。成件事咧，正正就係頭先呢碟需要嘅嗰個動作嚟。咁未必可以一開始好似我咁去到好遠啦。咁你可以前面係一埲牆，咁你就先 reach 掂到埲牆就收啦。慢慢練到，好穩定咯喎，遠啲。再遠啲都得嘅時候咧，你嘅 mobility 同埋個穩定性就會高好多，所以呢個可以練 ，OK？ 明唔明白？一定做到啊！但係如果真正嘅臀中肌有力咧，就我哋個身體唔喐，淨係拎起隻腳。哇！咁咧呢個就痛苦好多啦。OK？Justin 試下，不停自己唔跌啫。OK？ 隨時開始喎。OK 嗱，呢一個咧就係個足。頭先講啦 ，proprioception 同埋個 reaction 我細力啲先，拱佢，你要踏前弓箭步落，係啦，剎停，翻嚟 ，OK， 再嚟，係啦，嗱，細力就冇問題啦，我試下大啲喎，都 good， 但係有少少搖啦，開始係咪？呢個就係成個本體神經感受系統啦，加個核心肌群做唔做到嘢咯？高水平運動員啦，係咪？眯埋眼，少咗個視力。睇下右邊喎 ，OK？ 係咪？我未喐手 ，OK？ 再高水平我哋都可以 train 佢嘅，俾啲掌聲佢先，非常好啊！你咁樣反起咗咧，即係證明佢做得到 ，OK？ 加油，準備3、2、1，拎起！哇！好 fit 啊嗱，見唔見到好水平？好犀利喎 ！Nice， 幾有力，篤下佢先。OK，thank you，俾啲掌聲啊！空氣。第一，真係嘅，你唔受傷先可以做世界冠軍㗎嘛，係咪先？好緊要啊呢個。第二就係有多啲 update 嘅知識咯。點解唔係再做 warm up 唔係做拉筋咧？我哋要知咯，背後個原理。OK， 邊啲係受傷嘅風險？
你要了解多啲自己嘅身體咧，你先會進步。OK， 好。